这个花花世界，什么爱情才会当起爱？看心袂行，只是想要多看卖，为家己未来勇敢赌一摆。 爱着你是看受孤单，拢在伤害的舞脚孤单，不管路的终点伫倒啦，只要你心内有我。 无人祝福又搁安怎？心的痛，心的酸，无开往。不管路的终站伫倒啦，只要你心内有我。 爱无人祝福又搁安怎？心的痛，心的酸，无开往。不管路的终站伫倒啦，只要你。 谢谢邝哲东。好，马上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来，我要讲的是这个偶像组是我在近这几年当中觉得最好看的一次，是因为呢，你们三个呢非常有特色，你是真难得的歌声跟声音，而且歌唱实力又相当，然后各有各的特色，这个在红人榜很少见，我觉得太好看了。 然后听了很享受，然后东东，你今天是歌唱比赛有史以来让我听到气音最少的一首歌，那你今天选的这首歌曲，我觉得你整个人都变了，整个声音都变了。之前你如果有气音的时候，它反倒会厚了一点点，但你现在气音整个全部拿掉，高音全部拿掉以后，它整个会比较。 刚才听到你的真声时，会较薄一chút啦，会薄一点点，但不至于都没有，但是还是很好听。特色忽然间整个展现，有另外的一个东东了，我觉得我很欣喜看到这样的结果。东东，老师好。对，因为这首歌本身它前面就是没有那么熟，所以你气音少了一点。OK， 好，东东，我请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现在唱歌你开心吗？ 还是会开心的，对。真的吗？可是我越来越没感觉，越来越觉得你没有一开始那种这么开心的感觉。那你要想想为什么 ？OK， 唱歌一定要开心，你就一定要喜欢。OK， 比赛是比赛，当然我们都想赢，对，我们都想要红，但是唱歌本身你自己发自内心，你们真心的很享受、很 enjoy， 然后很爱唱这首歌。 那个听歌的人都感受得到，你是一个非常有天分而且条件非常好的歌手。OK， 你这一点回去想一想，你一定可以更好的，好吗？谢谢。